公尼书第2章，草莓毁坏大地。恁得伫锡安分扫角，伫我的圣山发警报，国内的居民拢会袅袅喘，因为上主的日得要到，已经近啦。迄日乌天暗地，迄日乌云密布，有一堆大搁强的草莓逼我，亲像乌暗搭满山岭。这款情景到今毋捌有，以后代代嘛袂阁有。因头前有烈火在吞灭，后面有火焰在倒，因还未到，地亲像伊甸园，因过了，地诚做趴远的旷野，无半项会当逃闪。因的形状亲像马，奔走亲像战马，因伫正山顶面在跳，声亲像战车隆隆响，亲像火焰烧杂草逼逼叫。因亲像强猛的军队排阵要出战，所有看到因的人拢破胆，面青顺顺。因亲像勇士奔走，亲像战士爬上城墙。因会晓照家己的路线进攻，袂拍乱队伍。因袂溃来溃去，逐个照路线进攻。因冲过防卫线，要保持队形。因冲入城，伫城墙顶撞来撞去，爬上厝顶，亲像贼对窗仔入去厝内。因一个出现，地震动，天摇蛇，日月无光，星辰暗淡。上主伫伊的军队头前发号令，伊的军兵算袂了。执行伊命令的真强猛，上主的日大搁通惊，啥人忍受袂牢。呼吁悔改，上主讲，现在还未晚，恁得用禁食、啼哭、哀伤，活倒转专心归向我。得疼离恁的心，毋是疼离恁的衫。得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伊有恩惠怜悯，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袂降灾祸。无定得上主恁的上帝会改变心意，留福气互恁。安尼，恁就通献素祭甲奠酒祭互伊。恁得伫锡安分扫角，设一个圣日来禁食，召集严肃会，组织民众，圣化会众，召集士大，组织囡仔甲食恁的婴仔。新郎得离开伊的厝，新娘离开伊的房。好在上主的祭司就伫走廊甲祭坛的中间啼哭。因就讲，上主求你宽赦你的子民，毋通互你的子民受凌辱，受列国踢笑。哪得互万民讲，因的上帝伫倒位？上帝搁赐福。迄时，上主会深深疼惜伊的土地，搁怜悯伊的子民。上主应伊的子民讲，我要赐恁五国新酒甲新油，互恁心满意足。我袂阁互恁受列国凌辱。我要互北方来的军队离开恁远远，甲因赶去旷野趴远的地。前队赶入东边的死海，后队赶入西边的地中海。因尸体歹味凊悬，臭味冲天。确实，上主有完成者的大代志。土地啊，毋免惊，着欢喜快乐。上主确实有做大代志。田野的走兽啊，毋免惊。因为旷野的草埔变青翠，树木结果子，
无花果树、葡萄树拢结真侪果子。錫安的子民啊，恁着欢喜，着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快乐。伊照时落秋天的雨互恁，甲以前同款，佮甲恁落春林秋雨。五谷场有满满的五谷，酒窟有新酒，油窟有新油满出来。我派来恁遮一群佮一群的草莓大军，草莓仔囝、草莓公，甲大只草莓。几若年甲恁借去的农作物，我拢要补偿恁。恁有真侪通食，食到饱，佮会称赞上主恁的上帝的名，因为伊为着恁做奇妙的事。我的子民永远袂阁失败见效，恁就会知我伫以色列人中间，佮知只有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我的子民永远袂阁失败见效。上主的日以后，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老人会做梦，少年人会看见异象。伫遐的日，我甚至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仆人甲女婢。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，伫地上有血有血甲血粉的条。伫上主大佮通行的日来临以前，日头会变做乌暗，月变做亲像血遐尼红。迄时，求叫上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照上主的应允，伫锡安山甲伫耶路撒冷有逃脱的人，伫遮的剩落来的子民中间，有上主选调的人。